带去读唐诗，夜雾寄薄。作者李尚运。诗篇：滚闻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雾中秋离。河东强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雾时。简介：这首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夜雾架雷，雷就是骄傲，夜雾架薄，北就是指四川巴山的北平，也就是作者家乡河南。伊当表明伊这张批是叫亲友，也同时当叫伊的骄傲。历经诗评的研讨呢，内容分析应该是教育技巧比较适当，时间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头一句一问一答，大声停顿，后来佫再转折，条理分明，真有表现力。记忆之仇，甲袂当如期回归之苦，接落来巴山夜雾中秋离，袂当如期来回归。就是因为日以继夜，大雨滂沱，将李受过的严重之苦呢，无用字句来表达，只敢就眼前见自然来显现。三是两句，河东强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雾时。这种故事的基调呢，真是出人意外。要毋过呢，又或是迄种的情真意切，字字如同出于肺腑之诚。河东对表示希望的意思，强剪西窗烛，有这句就当看出思归之切。此时此刻，在巴山独剪残烛，夜深未深，在时时刻刻的巴山秋雨声，一托寄来询问归期的批信呢，而归期未当来确定，内心的郁闷着急是可以来想象。诗篇看目前的一切，寄望中秋的欢乐，佫再来평淡阴暗的一切，有时未来的欢乐呢，反省今夜的愁苦，而今夜的愁苦呢，佫再变成未来剪烛西窗的话题，更加增加中秋时的欢乐。四句诗明白讲究伫讲话，但是玄妙曲折，河顶的深婉，河顶的含蓄准应呢，互人有意味未尽的感觉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